好，讲好在后后院是有看到进度。前进协调所表示讲哦，恁家厝内底烂土伫咧中道进前已经拼甲差不多，也下晡会开始清车路拼本所未来学校重建会是重点，就是希望讲学生会当赶紧返去上课，也临时保护这部分，按算伫10月初4，也就是明仔载完成基本的保护。 化学兵部队出动各种消毒设备，针对公共设施进行消毒。总共已经半暝，各军协助在后复原的脚步嘛无停落来。早起前进协调所报告上新的工作进度，一定初3中昼进前加护的消毒清理会当100%完成。过道了后，会放伫道路的清理甲粪扫的清理。那我们预计在中秋节以前，也就是这1-2天，会把道路的清淤工作全部完成。 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是45%，我们在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土量的这个总堆积量已经到达了65000多公吨，所以说这个量非常大。我们今天预计清出的量要达到13000吨。桂林城进一步表示，未来工作重点是讲互上岗、讲互各种的学校清理，希望互学生囡仔提早复课，除了加速清理。 保环加强，原来有新进度。临时保环一定10月初4完成基本保护，后续原来加强关渡，也加敦和10支。目前的执行已经有80%以上，那我们评估明天就可以达成这个第一阶段，就是3公尺土堤的建构完成，其实已经达到一定的保护标准，理论上。 除非有大雨，否则是不会进入市区。根据高龙桥规划的3阶段抢修策略，测试现场天气真好。头一阶段的暗港变道工程进度也比预定的超前，目前暂定10月15前完成。江湖乡灾情严重，一寡民众甲团体拢会热心捐赠物资，煞原来传出乱象。即阵有志工伫面册社团讲，伫救灾物资发放现场，有部分的人一直中伏来领，甚至大量囤卫生纸杆甲试管，特殊资源分配出现真乱。加派警力，维持交通的安全跟这个民众的安全，所有在灾区。 临时发生，志工有什么意见、有什么问题，马上可以请教这些警察。因为中秋连假要到啊，前进协调所呼吁，唔是志工的民众唔通入去灾区，嘛研究专业的志工，像讲你有水电、木工这个专长的民众，协助灾后的重建工作。若是一般性的志工是适度前往灾区就好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